全国公立的国校学生一礼拜啉2届牛奶的政策，总伫立法院是有立委指出讲已经开学过外月咯，各学校无法度来提供，嘛质疑讲有学校用保久奶来取代新鲜的牛奶，有学校老师是认为讲发新鲜的牛奶会增加因的负担，全教组嘛建议讲会讲考虑发券，互学生家己去超商领。 农业部甲教育部推动班班有牛奶通饮的政策，原底9月要实施，到搭10月初陆续开始实施，家长普遍表示支持。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，对对对。但是开始实施了后，部分学校伫执行上也去拄到问题，教育现场的老师即马爱加负担保存、分送牛奶这项工作，嘛引起讨论。 鲜奶伊敢若保存，迄落离开常温，敢若会当30分钟。吼啊，阮学校其实诚大啊，迄落人手若是讲要30分钟，送到囡仔的手中啊，看因啉了，其实有困难。全高中拜二召开记者会，认为这个政策是政府的好意，但嘛质疑农业部的政策为安怎样变做爱由学校的老师来执行。 强调政府应该爱护老师行政减量，专心教学才对。若是要保障学生囡仔的营养，建议会当分牛奶券，互囡仔去便利超商换牛奶。是让家长去超商，它的一个品牌，它没有冷链的问题，它可以喝鲜乳。如果真的想喝保久乳，它也可以喝保久乳。那以超商来讲，绝对可以去负担这样子的一个量。 全高中强调，教育是专业，无应该叫老师去指挥交通，还有囡仔上下课。即马阁爱分牛奶，因呼吁政府重新检讨这个政策，避免造成教育现场的困扰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